伫咧台北市的中山区有一间公立的幼儿园，去互家长指控讲内面的老师可能有处罚囡仔，而且行为失控。虽然幼儿园强调讲这是误会，不过家长对调查程序嘛真不满。教育局也讲，目前这个案件已经送到社会局去做最后的裁定啊。几名家长伫记者会控诉台北市一间公立幼儿园老师管教失当。突然对他说：“某某某，我没事叫你把鞋子穿好，你为什么不穿好？”然后呢，就用手把他拽过来，溜滑梯旁用异物去戳小朋友的屁股，甚至叫小朋友把这个异物脱掉之后，那以异物戳入小朋友的生殖器跟肛门。家长指控老师离谱的行为，嘛有人提出囡仔放了溜皮的相片，讲足侪届看到老师拍骂囡仔，而且第一时间向幼儿园反映，嘛无调查通报，要求看监视器，嘛互对方拒绝。幼儿园对这的指控无愿意加讲。这个部分我们本来之前就是一直在做沟通啊，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啊。目前我只能跟大家说，我们就是进入侦查中。家长这期事发了后，来问囡仔的调查委员问题无适当，地点搁选伫学校嘛，互囡仔惊吓。斗阵开记者会，民间团体是要求未来应该会甲教保员纳入幼儿教育甲照顾法，管教失当就要受处罚。家长嘛通照性平法了解调查结果。台北市教育局是表示，这个案件已经送社会局来采取，嘛提供家长救济管道。记者陈阿文刘随台北报道。